안녕하셔가지고 그냥 상진 소스랑 젊은 소장 돌아가기 다그 니년 진고 바지에 대런 그딴실 니 예르카가 셰킨 성화강도시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独立设计，选择是一种态度。首先，我想聊一下独立这件事。我是一个内心特别叛逆，但是现实生活中又特别胆小的人，所以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都特别怕老师。所以老师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一直都是在追随老师，从来不敢反抗，就更不敢去质疑了。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我也没有发现自己就是特别喜欢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就是我觉得也是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是一个人开始懵懂的认知这个世界，也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年龄阶段。我当初如果有发觉到说，未来我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的话，我可能就会做一个坏学生，就把美术学好，或者把体育学好，可能不怎么会去学数学啊这些。我发现就是在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是特别喜欢数学的东西，就是很算计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不是特别喜欢，所以也觉得可能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以及我自己的性格，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到大学的时候，自己性格也有一些改变，开始变得一些活泼，然后也会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我自己就是当时办了一个时尚的这种杂志，就是自发的。我发现我自己开始去寻找，我会喜欢什么。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是有意义的。我开始发现，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了这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是我的专业是广告专业，所以我们有媒介批评课，然后这个课程它就课堂上老师就专门批评媒介。当时媒介还不太像今天有很多的自媒体，都是主流媒体，所以在我心中主流媒体就是权威嘛。老师教我们怎么样去批判主流媒体，我就觉得哇，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就是有点喜欢这种状态。也是跟玉拉提到的那种是一样，就是当然在国内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有非常就是学生跟老师绝对平等，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在我的这个专业里面的话，老师们还是比较的有意思。我也是记得市场营销的课，老师在讲那个王老吉和加多宝的品牌战，他们的品牌纠纷的这个战。然后有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不太同意老师的观点。我当时想的是他死定了，就是老师肯定会批评他，或者是肯定要扣他的学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也没有批评，也没有就是有非常表扬他有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保留了2个观点。我发现是开放式的，不一定我们的观点必须要统一，或者我们的立场一定要一致。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哇，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启发我。然后大学的时候，我特别给自己一个心理发愿，说我毕业以后一定要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所以我当时就去了成都，然后是给那个藏人文化网发了我的简历。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藏人文化网。当时我在藏人文化网里边，就是有时候会扛摄像机去拍一些视频，有时候也会以这种记者的身份去跑通稿，但是我不做文字的这种工作。然后我会 PS， 所以也会做一些美工。偶然的一次机会吧，有个朋友说：“你不是会 PS 吗？你给我做一个 logo 吧。”然后
他说他给我几百块钱，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我就给他做了 logo。他就是当时那 logo 还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他特别喜欢，他又把我介绍给他身边需要做 logo 的人，然后他的朋友又把我介绍给他身边其他喜欢就是需要做 logo 的人，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找我做 logo， 然后我就想，哎，或许我应该辞职，然后就做 logo， 感觉做 logo 做的越多，好像也能赚钱，所以就是从藏人文化在藏人文化网大概是两年多的样子，我就辞职去了，当时在成都。我特别想去一个设计公司或者是广告公司，有一个叫 TBT 吐蕃未来的广告公司，就是在我们的圈子里面特别优秀。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他们在创意层面，确实是成都非常优秀的团队。我当时就特别渴望去这里，所以就是投简历啊，然后后来他们也有面试也通过了，所以我在 TBT 以设计助理的身份做了2年，我是设计助理，然后我上面还有设计主管，还有设计总监。当然，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的话，它有策划、文案、影视、营销，所有的部门。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一场商业活动或者一个品牌策划，具体要怎么样去做，就有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认识。这也是给我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去接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有一个不只是作为设计师，而是大的品牌策划有这样一个思维吧，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广告公司的话，大家都知道，广告公司工作压力是特别大的，熬夜加班是非常频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会遇到，就是今天去上班，然后忽然有项目，今天晚上可能一直都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6点下班，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到了第2年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只要一加班我就会头痛。当时不知道，后面知道是因为贫血，就我发现我的身体就是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我想着是要辞职，有些人也在跟我说，哎，你应该做一些藏文化上面的东西。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所以我从TBT 辞职去了加入，和再加入他们加入的话，就是主要做藏文化这一块嘛，所以跟加入的团队也是做了1年半的样子，和非常大家都知道加入团队也非常优秀，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就是18年的时候，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就像玉拉这样，他们要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要么是正要去留学，要么是正在给外企工作。他们对我也特别好，有时候会给我介绍一些外国的设计师啊，你们应该交流一下，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聊的时候，我都需要翻译，因为我不会英语。所以18年的时候，我就发誓说，我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我一定要争取有一天跟就是外国的设计师能够用他的语言去聊天。所以就是开始去学英语，然后也会就是特别想出国留学，但是留学的话，我的能力还不够，因为英语也是自学的嘛，所以当时就申请各种的游学的项目，游学比较短，但是我想就可以去，能够申请到一个游学的也特别不错，所以就18年的时候也特别好的机会。申请到了一个去美国非常短期的这种游学，然后在美国有2件事情就是特别改变我，一直到可能是影响我今天做出很多决定的一些启发点。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去了一个叫蒙塔纳的州，那个州是美国的，就有点像是美国的牧区，因为他们就是美国西部牛仔的那种生活方式，因为我自己也是从牧区过来的，所以当时项目组为了更好的让我们去体验美国人的生活吧，把我们安排住在美国人家里，所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住在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一对夫妻，
有一个孩子家里养了100只山羊，然后他们那边的环境跟我们的藏区真的是特别像，有就是雪山啊，有草原啊，然后他们也养牛啊，还有羊，但是他们的牛就不是我们这种牦牛，是那种背部特别高这种。我住的那个人家，他们去放羊的那个也是跟我们特别像，每天早上和晚上，他们家女主人都要。就跟我家里我妈妈绑那个头巾去干活一样，她也会绑个头巾，然后照顾那些羊啊，还有几头驴，还有一些狗啊，还有很多鸡。但是不一样的是，他们做完这些家务活以后，那个女的她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她好像是在他们那个县城做一些应该是女权方面的一些工作吧，就是为女性做一些工作。她就会洗澡，然后就收拾好，然后开着车就去上班。他们家的男主人也是，他们那边的房子是自己盖的，路也是自己修的，所以就很多铲雪车、拖拉机什么的都特别多。他平时也会在家里做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地图绘制员，他有一个直升机，然后他带我们去坐了他的直升机，也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上面应该平时会有2个人操作，一个人开直升机，然后直升机下面有个洞，摄像机就从那个洞里面放下去，就拍地下的那些照片，然后拍好照片以后，他会拿回家，在家里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他应该是把那些照片就绘制成地图。然后我忽然就发现，同样是放牧，就是人家还会开飞机，然后还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吧，我回来，我们问就是闲聊嘛，说，哎，你们中午吃了什么？他们说就是山上野餐，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生活啊，工作啊，就是就没有说像我们一样，工作就是早上8点钟上班，然后下午8点钟下班，剩下的好像就是生活，工作好像就是为别人生活的这种感觉。我心里就想，哇，以后我真的要过成，就算不能过成那个样子，我也一定要努力，就是向他靠近。所以我回来以后，就从加入又辞职了，就成为了一个独立设计师。从18年辞职到现在，是2年。我刚开始辞职的时候，特别害怕没有这种基本工资啊，每个月如果我没有一个客户找我的话，那我这个月就是没有收入，特别担心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当然，就是辞职以后，自己的生活状态什么的也会慢慢有一个调整。我发现辞职以后的就不会说啊，我现在就不用给别人工作，我就天天想睡就睡啊什么的。反而是自由以后的那种自律，会更是那种自发性的，而不是别人让你怎么样去做。所以整个状态就非常的健康，然后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就是思想层面的话，都是比较很积极向上的感觉。讲这些呢，就是想说，你看，独立设计的前提是要独立，比起物质上的独立，思想上的独立可能是更重要一些。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活成了我们老师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或者我们家人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建立好了，我们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就是适应各种的规则。适应各种的工作方式，还有适应各种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女性就是要结婚生孩子，成为妈妈，照顾家庭之类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一团糟，有很多东西都是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美好的东西。所以正是这些人去努力建造了他们心中美好的那个样子，也正是这些人，我觉得是创造了我们的社区或者这个世界吧。这是独立的部分。然后设计这一块的话，我没有特别要讲的，讲特别专业，大家不怎么感兴趣，就是看一下我的作品。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平面设计。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开了一个酒吧或者是餐厅，你帮我装修一下吧，你是设计师，你帮我装修一下。也有一些
朋友会说我有一个培训学校，你帮我设计一个衣服啊之类的。其实室内设计、服装设计和平面设计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所以可以通过我做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平面设计。第一个是 logo 就是商标。我就不一一讲，只是看一下。从刚开始做的2-3个到10几个，再到100-200个，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今天我还是一定要讲一下一个 logo， 就是雪域青春。当时李嘎他找我做 logo， 然后一开始做的方案是用雪域青春的英文首字母 S 和 Y 去做。用鹿的这种元素做一个logo，但是这个是被我们否定的方案。然后他提到说，他很喜欢齿轮的这个元素，因为它是互相作用以后，会持续不断的转起来。然后他跟我说，你看能不能用齿轮的元素跟藏族的一些传统的圆形的符号做一些结合。然后我尝试了一些，没有做出特别好看的。但是我在那个法轮的里面有元素以后，发现它是有点像逗号。忽然发现逗号有特别好的寓意，因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你要表述一个完整的东西，必须要有逗号，所以逗号会连接上文和下文，所以它有链接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同时逗号又跟句号不一样，句号表示结束，但是逗号代表不会结束，所以我就跟李盖也说，我觉得逗号这个元素特别你们就是它又有链接的意思，又代表着不会结束，所以他也觉得特别好。逗号和藏文的侧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演变了最后的一个符号，前半部分是藏文的侧，然后整体看起来是一个逗号。最后我们确认的是用逗号这个元素。那确认了元素以后，我们是用线条去表现，还是用形状去表现？做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都是被我们否定的方案。最后确定的是这一版，然后在这一版的基础上，雪域青春的设计师本身在上面做了一些边角的处理，以及字体颜色的优化，我觉得特别棒。就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就是藏族的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越来越多这样年轻的设计师正在做，越来越好的作品。我说就这个吧，我觉得特别好，所以今天要隆重给大家安利。以后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是雪域青春的 logo 哦。然后海报，什么商业海报、电影海报之类的。这个是拉萨的祖母，我朋友开的一个在拉萨开了祖母的厨房的拉萨店，然后选了一些藏区的厨房里面的东西做的海报，还有包装。这个是我特别早期的作品，所以有点不是特别好看。这个是给银川玛那个面膜做的包装，这是他们的眼罩。这个是赞巴基，去年桑珠卓玛也过来分享了，可能大家想了解赞巴基的话，可以看他的分享。像牦牛手工皂。从这个是19年的一些作品，19年的作品就开始变得好看一些，有一些进步，我自己是觉得挺喜欢的一些。它是雪域姑娘的一个面膜的包装，但是当时有那个策划参与，所以整体上我们有策划和文案设计一起去做，所以整体效果会还蛮好看的。我们选了藏区很多白色的物体去表现品牌的性格特点，因为白色代表的是纯洁，然后雪域姑娘她们的品牌性格也是想要传递纯洁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选了白色的祥云、白塔、仙鹤。然后客户要求说要把代言人的照片贴在包装上面，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好看，就是贴照片的话，所以就把代言人给画出来。这是面膜包装。其实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品牌宣传的一个东西，一套东西，它里面有代言人，还有包装，还有slogan，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拿过去，在广告公交站牌啊什么的地方可以做宣传了。还有博家去年做了口红包装，当时拿到口红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图案去表现口红，然后忽然看到阿里的孔雀服，它的服装刚好会把眼睛给挡住，只露出嘴巴，所以就觉得用这个形象去做口红的包装会特别合适，所以就做了这套设计。它是一个礼盒里面有5支装。然后是 VI，VI 就是 VI 的VI 是英文的 Vision Identity 的翻译，意思就是视觉识别。视觉识别的话，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可口可乐，你们看到所有瓶装或者瓶装或者它的广告宣传都是红色的，然后它的字体都是很飘的那种，这个就是它的一套品牌的。它就是用标准的颜色、标准的字体和标准的 logo， 然后去做所有品牌的延展的东西。比如说，农行是绿色，建行是蓝色，美团是黄色，就是你不断的要用颜色和字体，以及 slogan 还有口号，去反复的宣传你自己，让人们通过视觉上的一些东西能够马上识别出你，这就是 VI。那给博家做的一套 VI， 先是做 logo， 然后一物一义一藏地是他们的 slogan， 然后选取了一些物件，比如说山、水、劳作方式、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和经幡这样的一些元素，作为他们的辅助图形。以及他们的标准颜色，然后通过这些元素去做整个品牌的VI 的延展，比如说名片、抱枕、笔记本、纸袋子之类的。这个是去年给西藏他喜做的品牌形象设计。他喜和卓潘林的话，去年也是邀请了他们的负责人卓妈。去分享，大家想了解也可以看他的视频，在学习青春的那个公众号里边。因为他喜的藏文意思是 Tapi Tabdang Hir，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双生佛，它的男尊代表的是方便，女尊代表的是智慧。我就发现哇，就是 Tabdang Hir 他们的名字就是 Tapi， 就这个图案不就是他们最好的表达吗？所以我选择用这样的一个图形去表达他喜的整个品牌形象。然后他们的 slogan 是西藏方法智慧世间。然后去年合作以后，我们今年也有合作，然后他今年有新的办公室，让我用品牌的 VI 的一套东西去装修店里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很简单的给了一些颜色上的建议，怎么样把品牌海报啊什么的做好。然后卓潘林是我今年正在做的，也是去年给他们做了品牌形象的设计，然后他们发现设计完以后，就是运品牌的很多东西，就是自己里边没有这样的设计师和品牌团队去运作的话比较难，所以我们今年继续合作。所以今年我是作为卓潘林的设计师，就是给他们做年服务。卓潘林大家有可能听过，是做西藏手艺的这样的一个，刚开始是公益的形式，到现在以商业的这样的方式
做，所以我就用了一些藏族手艺的一些图形，比如说织线的、编织、织毛地毯、石刻。然后这个的话，一般西藏的这种艺术，我们一提到都会脑海里面的唐卡的形象，然后他们这种有的佛像里面会手里拿宗教的法器，我在这个里面，他那个拿了一些针，还有雕木头的那个工具，还有线，还有石刻的锤子。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去表达高原造物者，然后用这一套的东西去延伸整体的延展。品牌的东西，像我们最基础的也会找设计师做。比较大的企业，他们如果自己做不了他们的品牌宣传或者品牌建设的话，都会把自己品牌上面的业务委托给广告公司做这种年服务。像我的话，去年给他们设计完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跟团队一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很感人的东西可以通过用品牌的形式去表达。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书签，书签是有的时候会断货，我就说哎呀，我们这断货就不太好，为什么会断货呢？他们说因为做书签的这些是几个老人，他们以前是西藏就是制鞋厂的，以前他们制作那个藏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穿藏靴，所以老人们就是鞋厂也倒闭了，老人们也不工作了，但是他们有这个做鞋子的手艺，所以他们用这个手艺去给卓派林做书签。然后我就哇，原来是这样，那慢一点也没关系，断货也没关系，就这些故事特别感人。所以你真的在给一个品牌深入的做策划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比如卡片这样的形式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去传播。然后这个是去年卓派林和布达拉宫合作的一个吉祥八宝的笔，我作为卓派林的设计师做的。大家觉得好看，也可以在卓派林的微店购买。然后插画是我2019年开始发现的比较有意思的，我画了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就画的越来越多一些。所以平面设计就是会有标志啊、海报啊、包装、网页、插画、动漫、书装，就是书籍的这个设计、字体、吉祥物、品牌形象等。然后其实设计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里面有特别多的设计方向是各不相同的。我在这里只是非常草草的去罗列了一些，下面的这些其实是现在有一个叫《抽象的艺术》的纪录片，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这个纪录片。然后我觉得特别他们在做的这些设计，我真的就觉得就可以称得上是设计。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生物建筑，它是麻省理工大学就是最新怎么说呢？设立的一个这种研究的一个工作室吧。他们是一群艺术家，还有科学家，还有这种生物学家，从一些大自然的，比如说花花草草当中提取一些细胞啊什么的吧，用这种原子分子啊什么的去重新组建一些对我们现在生活没有危害的，并且可以降解的材料。所以我们会发现，哇，这个不就是在改变世界吗？万一这个研发成功了，刚开始有人发明水泥或者钢筋混凝土是一样的，就基本上就改变了世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这样的很励志的东西，你才会离你的梦想专业的那个样子更近。像我们做的这些就是图片形式的东西，就是感觉挠痒痒一样，就是不足以挂齿。但是也特别希望自己以后做设计可以做出一些
真的解决一个小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意义的东西。像今天平面设计是一个在藏区算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像家居设计，我一直都觉得是特别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那个藏式的茶几，每次我都觉得不太符合人体工学。每次吃饭都要弯很低，然后藏式的那个柜子也是放衣服的话，现在像宜家这些衣柜就设计特别的，就是方便我们。但是我们的话，只要说到是藏式的话，就不敢太去改变它的高度或者是长宽。但作为家居设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他们设计师真的会多1毫米或者是差1毫米都会影响人的情感的交流。比如说餐桌的话不能太长，然后间隔太宽，因为人和人之间交流就会有一种疏远的感觉。或者是作为会议的桌子的话，可能不能太窄了，可以很长，要有就是这种威严的这种，所以他们会分析人的这种情感以及心理，要有心理学这些东西。但是作为我们藏式的家具的话，越来越多的淡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设计的不太合理，所以未来还是要靠我们非常优秀的这种藏族家居设计师或者是服装设计师，服装也是一样的。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就非常优雅的穿着藏装想要分享，但是忽然就是想上厕所什么的又不太方便。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未来不会是别人去解决，就是服装设计师自己去解决。我一直觉得藏区的服装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bug，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藏族的香奈儿，就是早期欧洲的那个女性的蓬裙不是特别大嘛，然后他们会拖着它，然后一层一层的。它是就是我想香奈儿之所以就是今天成为时尚的这种经典，可能也是因为它有这样独特的把男装的这种理念带到它的设计里面，解放了女性的身体。然后我想我们的服装设计需要这样的一个藏族香奈儿来为我们创作更多的优秀的东西。谢谢大家。